大家好啦，我係 S 先生，我依家咧就喺個機構嗰度做緊家舍家長照顧輕度智障嘅小朋友嘅。根據社會福利署，家舍即係一種兒童住宿照顧服務，而輕度智障兒童家舍就係為咗無法得到家人適當照顧嘅學齡輕度智障兒童提供家居式住宿照顧。家舍為兒童提供近似家庭環境嘅照顧，直至佢哋同屋企人團聚或者接受其他長期生活安排為止。每一個家舍最多接收8位兒童，並且男女童需要住喺唔同嘅寢室。家舍提供基本嘅照顧，包括喺一般家庭相若嘅環境下提供住宿。另外，更由家舍家長提供全日24小時嘅家居照顧。家舍家長係最前線接觸兒童、照顧陪伴家舍兒童成長，並唔係一份容易嘅工作。作為家舍家長，當中到底會遇到乜嘢嘅挑戰呢？其實挑戰對我嚟講咧就分幾方面嘅。咁首先對我哋最貼身嘅就係社童嗰方面啦。咁我最近呢1年啦都有個新嘅社童啦，佢比較難控制佢自己嘅情緒嘅。咁首先佢因為我哋覺得係因為以前嘅家舍問題啦，所以一入到嚟咧就唔係好識得社交嘅技巧。例如咧，佢排隊嗰陣時咧，佢會冇乜耐性嘅，會中意一下見人哋排緊隊未行喎，佢就開始推人哋去喺佢眼中啦，就協助人哋行快啲啊，咁樣呢啲行為對我嚟講都比較新鮮啦，同埋亦都有啲日常自理嘅問題都要我哋協助咧，即係例如沖涼啊、去大便啊咁樣，我哋都需要去處理啲貼身啲嘅，即係例如教佢沖涼啊，同埋喺佢腸胃敏感嘅時候咧，就要協助去進行啲 toilet training啊，教佢提佢要去廁所喎，同埋瀨屎嗰陣時要幫佢去清潔啊咁樣。咁對我嚟講，呢方面就係對社童嚟講比較大嘅挑戰啦，就係要教佢去同其他小朋友相處啊，同埋教佢自理嗰方面點樣由完全唔識到慢慢一步一步喺大小二便啊，同埋沖涼去慢慢去自立咯。咁除咗社童之外啦，咁我哋都要同家長溝通嘅。咁即係例如小朋友跌親啊，自己冚頭啊，或者整傷咗咧，我認為最大嘅挑戰咧，我哋都要即時啦諗下點樣同家長去講翻當時小朋友嘅情況。咁我哋當然啦有責任去等家長去了解翻小朋友個現實情況，但係另一方面亦都希望家長即係會唔好誤會啦，因為小朋友可能我哋都要諗下點樣同家長去解釋翻小朋友整親個情況啊，咁等家長去即時了解翻個情況，同埋大家商量一下點樣處理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對我嚟講，其中一個挑戰咧就係同辦公室嘅同事去溝通啦。咁頭先嗰個小朋友嚟講，佢係好 attention seeking 嘅。咁我哋有時咧都要平衡下咩時候需要揾支援，咩時候咧就唔需要嘅。咁例如初頭咁樣啦，佢會出現一啲攻擊其他小朋友嘅情況嘅。咁我哋一開始咧都會揾社工支援，但係其實社工嚟到之後咧，我哋就發現呢個小朋友好似仲興奮喎，或者好似越嚟越覺得得到一個自己覺得贏咗咁啦，咁多人去關心佢。咁其實社工嚟到，我哋發現咗咧，對我哋嚟講咧，幫助係非常之有限嘅。因為例如社工嚟到個小朋友好似仲激動咗啊，社工亦都唔係好識得處理啊咁樣。咁同埋社工咧都會用一個以獎勵嘅方法去安撫個小朋友咧，去即係乖啲啊，嗱我俾啲甜頭你啦，你唔好咁樣做啦。咁其實呢一種嘅管教方法，我哋係有保留嘅。聽到 S 先生嘅分享，我哋知道作為前線嘅家舍家長並唔容易，佢哋需要去幫手照顧唔同性格嘅小朋友，幫助佢哋處理日常生活大小事，陪伴住佢哋成長。另外，唔同嘅管教模式不一致，可能都會令到家舍家長陷入一個較難嘅管教局面。雖然作為家舍家長嘅生活非常忙碌，但係 S 先生都喺任職4年之後決定咗就讀社工課程，希望未來可以擔任一名社工協助佢嘅工作。到底有啲咩事啟發到 S 先生去修讀社工課程呢？咁都做咗4年幾啦，咁家長嘅角色咧都比較貼身嘅。咁做咗4年幾，我認為我自己都開始掌握到小朋友各方面嘅需要啊。咁雖然貼身啫，但係我認為家長做到嘅，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即係例如家長好多時只係負責同啲
小朋友啊去溝通啊，同埋家長溝通啊。咁相對嚟講咧，社工我認為啦係更加之影響更加之大嘅，佢係需要同學校啊、同個案社工或者係家長同埋小朋友佢哋去溝通，大家去合作去諗下點樣去為個小朋友去為佢哋嘅福祉着想啦。咁我哋機構咧定期都會舉行會議啦。咁其實主要都係由社工、個案社工同埋家長佢哋去傾嘅啫。咁我認為其實係有啲唔夠嘅。我認為咧家長都應該去討論，因為家長先係一個去貼身去照顧小朋友，去了解佢哋嘅需要。社工單單係睇監保，我認為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希望成為社工嘅原因咧，就係我想去更加全面，唔單止淨係坐喺辦公室，而係會同唔同嘅人溝通，即係例如會定期入家舍同同事去溝通啊，去了解翻個小朋友有啲咩需要喎。啊，同事你嗰陣時，你最近處理緊小朋友嗰陣時有啲咩冇啲咩困難啊？咁我希望除咗了解幫助到小朋友之外啦，為咗小朋友着想咧，其實我認為應該更加要同家長嘅同事去了解，去 appreciate 翻家長嘅同事嘅 effort 去照顧小朋友。咁我認為咁樣同事先至會做嘢做得開心，亦都會佢哋做嘢開心咧，啲小朋友先至會開心。大家喺一個開心嘅環境之下咧，去喺一個家舍入面生活。所以我認為呢個就係我想讀社工嘅原因。